灯笼赖文人演奏路头摆，当年正月8日灯笼节，隔壁邻舍的小人呢，从头尾草顶墙下切架来做切架的灯笼。据说挨到灯笼的材质，只有几条树叶片片做得用的，有罗匹勒铜工的纸的叶条。我真中意罗匹勒透出来的光，佢是用铜瓷留罗匹勒中央的肉身部分白空。当然，画出来的部分还是做得做来色。那是做爱样得体，给做打赏，老一批的人总是会本引导小人的一个观念。做得用的也是做得色的东西，就做唔得青菜打赏特，也是讲做爱样的。老记活活提起，记住是杂服。灯笼做好，大家在按摩洗手的按布头，沙沙头树风，只有一盏灯笼，卡灯灯笼，捞到禾塘、田顺、竹林间、比同薄，满那的冒险，直到按样行高，当神气，在四围无光海的中下度风，但唱住热光，神的夜色。韩国风音从老灯笼讲，照灯人太切架，指引灯方向。这样时，大家还会空下音从一条在中下时行有严谨的童谣。风音从直直从用梅树下吊灯笼，灯笼讲照西风，西风暗跌落坎一只石台，一到元宵节的前一站的。街坊们哪都看得到店面挂灯白老必薄的灯笼造型，也未到向小朋友来买。有800款的造型，全部就是塑胶制品。重点是唔是在个点蜡烛咧，大概也是为做蜡烛火会带来危险，更些人呢一无注意做就火烧屋。故说也下就是用天火球的灯笼，灯枪一只开关，加上天池。起码去火烛出来，再个起码去天火烛做得关脱咧，在屋度暗洞洞的地方一开一关，灯笼光也就一明一灭。小人呢也就享受等安样的气氛。不过，小人呢搞到当欢喜过后，这只灯笼唔是因为坏脱咧本人得脱，无做新鲜感无咧，本人得到变顺便。唔会再个本人重视咧，保密。既然系本人准历史，本历史查再走，或者算系拉用嘅时代，本后生人也一台，加唔伫乜嘅按到见识，也唔伫乜嘅按到杂服，一道词义真正嘅意涵。想想啊，也还系当怀念路头摆嘅灯笼节，虽然时代。一直在进步，物质也更用更好。不过，人太切架应当爱来思考，爱用版型，留路头摆好的文化建设，留无杂服按好的意义，一台一台独独实实的传承下去。